就在那个船上排射香案，祈求上苍。他不是求妈祖娘娘了啊！宇宙间，你能够助我潮水，为我恩主，你也当帮助我水，就是我主公啊！哦，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射香案的时候，他就这么样祈求了：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，祈求助我潮水。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，1炷香的时候，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，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，啊，就是妈祖娘娘，鹿耳门的妈祖娘娘和那船上的妈祖娘娘感应到了，依照这个天命啊，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，赶走荷兰人了，所以他就助他潮水。我们那个柱子那边有一个对联哦，说圣母为我水中三哥，坐地王登陆玉门。我说，你讲迄个讲语就讲较袂顺啊啦，所以这点大家就不解。所以伊个时阵，水中三哥，水涨山高呢，是怎么形容？是水涨山高。我们当初的文书者都是这么样形容啊。我们那个年代，以海为生的人，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，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，它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。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，在我们台湾来讲，台南府城，它是8大景，注意哦，8大景之一啊。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，在我们的文书者可以去查询啊。鹿逆莲旁，鹿耳连环，鹿耳春潮啊，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的一个问题哦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。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，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，这么样讲哈，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，讲无田无园，听讲伊人别的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，伊讲无田无园啊，近看鹿耳门，近看鹿耳门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土地可以让这个耕作的人呢？